观众朋友，今日好无？我系阿面头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那今日我小姐的来宾有一啲个特别的一啲斜杠的身份啦，吼。一方面係我哋客家電視台嘅我哋高雄嘅資深嘅記者，同時亦係一啲有10多年嘅經驗嘅一啲農夫。那而最近呢，而這個蘇拍嘅一啲紀錄片《迷藏嘅聲音》咧，好，從他個人來見面咧。啊，那今日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節目。都同人講，伊當初做嘛愛拍嘢嘅紀錄片，同時伊也會過場形容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咧，我哋朋友粉子來到現場，粉子你好。主持人好，我係客家電視記者曾粉子，我從美濃過來。粉子其實最近都提講，其實有一啲最新嘅紀錄片《迷藏嘅聲音》咧，開始同他跟你見面了啦，哈，然後嘛有做過多一啲試映會。睇下邊我哋就開始嚟講下今日主題以前，我哋提講，其實你做採訪記者做過久嘛，哈？做挺久嘅，我今年第19年。19年，但是問題係你這個一開始都係從事於媒體業嘛？唔係哩，我其實我頭擺吼，其實做嗰種嘅平面設計，吼，因為我以前頭擺專科嘅時間係讀嘅美工科，吼，讀美工科時都對畫圖佢有興趣嘛，以後畢業以後都去咧廣告公司上班，結果冇叫揾條路嘅，因為實貼紙嘅，經驗嘛唔足啦。不過佢幾好，運氣幾好，讀到一啲嗰種嘅地方電視台嘅算經理樣嘅吼，一路因為碩士嘛吼，一路很愛去新聞部上班。但是新聞部上班佢似哦，新聞部上班，我做傳統我做平面設計，但是因為喺新聞部嘅關係，我開始接觸到新聞。接觸到新聞係很樣嘅咯，如入到一個新聞部嘅後置嘅一個單位樣嘅，如開始要做像人讀新聞過來啊，我聽說做錄新聞咧，我做乜嘅成音啊，做甚至講剪接啦，甚至講樣嘅來做所謂新聞樣嘅去按出去安尼，一路一啲開始高尚安尼啦。等於如果雖然講嗰時間你去做一個平面設計嘛，平面設計，但是因為可能人數嘛個少，嗰時等於講你乜個東西都愛天數去做，但是其實你天數做嘅時間，等於如果幫我哋媒體工作後背嘅部分、後置嘅那部分嘛，嗰度事情嘛，全部學過一遍嘅。咁問題係，這個時間還算是一啲我哋講平面嘅設計，咁應用要開始都真是變成一啲媒體嘅工作人員。平面設計出嚟呢，吼，一啲我感覺一啲學習嘅過程嘛，因為佢下路我喺睇新聞部啊，編製啲新聞部嘛，嗰時候會接觸到嗰度去做新聞嘅前批啦，嚇，有個過程裏邊，他個人會打嘴鼓啊，會提問我點解我會發生乜嘅事情啊，他個人見講見問安尼，啊會佢開始學習到一些東西，又對一個行業又安尼，又18興樣嘅。一個月以後呢，假如一個第一個地方台上面做2年，做2年人以後，如了一博嘅，結果又去高雄嘅另外嘅電視台上班，一個真是因為過去有18一時嘅經驗嘛，佢片條感嘛幾好，讓一本後生人比如真係去做新聞嘅，佢下路真是都講，唔去設計去地方，去。同人搭批啦，去講去採訪啊，去攝影遐度，都真是去做新聞過來，真是講去從嗰啲有啲實戰經驗樣嘅，睇下邊做嘅差唔多2年過以後，因為啲客家電視台成立咗8年，8年以後嘅話，就有人嘅機會入到客家電視台一直做到幾年。但是對講，頭講對於我哋客家電視台成立8年以後，還有人入去客家電視台嘛，差唔多2004年嘅時間，其實都幾冇幾久嘅。像這個按到一定喺高雄算是高雄嘅一啲資深嘅一啲記者，咁像喺高雄就按到嘅新聞，尤其係講我哋客家狀嘅新聞，你這個有感覺到講，其實一團就嗰種個太原市嘅嗰種新聞有乜差別冇？客家電視台有啲觸別嘅電視台，加伊本身有啲講唔係睇時期嘅素材啦，
像我主要做嘅嗰種嘅範圍嚇，比如講我哋嘅奇米天氣嘛嚇，奇米天氣都以米農為主嚇，其實嘛會去嗰路南嘅線嚇，甲線六季嚇，一條蔬菜其實嘛算係範圍啊嚇，一條範圍地方其實有啲佢睇特色，而且係農村。農村地方就嗰度嘅農民有農作物，嗰度一年四季地方有冇相同嘅一種嘅像地方嘅風情樣嘅一種東西喺都市方就看唔到。我是感覺同做新聞嘅方式嘛會冇相同嘅可以講唔免看其他事情咯，喺今日睇都市做新聞嘅時節，佢可能要求嘅速度。精準度，甚至講萬事像鐵道啦。我如講睇一啲可能10分鐘、20分鐘以內，同嗰啲東西泡㗎、悶啦，我都可以走佢哋，我都可以離開嘅現場嘅。不過我是免講睇農村嘅話，其實嘢速度可以唔是按急，因為伊迄個發嘅素材，時常有啲時間嘛，唔啲訪問時間，因為時間唔少，嗰時候天天嚟訪問，天天嚟去累積，問嘅東西同一般做嗰種所謂的素材嘅東西，就會唔相同。也個其實我感覺係一啲都市同農村，規模太差別。但是我感覺離開，本來感覺嘅差別最大係人情嘅部分。睇鄉下啦，睇農村嘅素材，其實係可以幫感覺講。就算係做新聞嘛，可以搶一啲人去做新聞，唔係搶啲機器嚟做新聞樣嘅，因為唔睇做嘅過程裏邊，你可以談故事，談講到甚至講地咧講，到底有個事情有發生，甚至講有嗰度專業知識啊條東西，係條白上都冇上過嘅，反正重點係唔有時間。我是感覺有時間，當然嘛，願意有啲時間談一點，用來講一件事情。安尼東西對我嚟講咧，安尼等於講收穫真唔大啦。嘛安尼會機會有嗰種嘅所謂的城鄉之間嘅嗰種嘅你睇思考嘅模式，甚至講你睇看新聞嘅角度，就會更冇相同。因為對嗰種人來看的話，可能應該最熟悉嘅一個新聞方面，譬如講一個新聞方面地方，可能我哋呢主播講嘅東西同台下這位先係冇共樣嘅，因為台下這位先可能下一個節目先能講。我哋其他看新聞呢，伊哋關於創業或伊哋想法，都講，嗰種一件事情，因為甚至每個新聞地方都係同人講個乜事情，然後有發生嘅事情，乜嘅愛睇乜嘅事情發生咧，有乜嘅結果冇？但是好多粉絲同人講嘅，伊哋完全冇聽我伊哋咁樣講，聽下做新聞，但是聽人哋向下做新聞，其實講唔係嚟速度，講其實係一種人情，同時伊冇乜嘅立即的感覺，伊冇乜話題性，尤其係話題性睇上下嘅嗰種新聞地方，其實唔係也最重要，但是感覺到講累積性才是我哋看，譬如講我哋睇下啲農村地方發生嘅新聞地方，可以看出來一種東西。因為一般人在看新聞的時間，我哋馬上講人事時地物都來買個東西，30分鐘搞太清楚都好。然後最重要是有沒有話題。不是我哋咧主播都開始在講，啲東西營養充，影響我東西。但是呢種東西，其實比較農村的世界，其實伊冇按太影響，應該伊冇按馬上嘅影響性啦。但是伊也要累積性，伊也累積性可能係按慢慢嚟去看出來。像這個當初。一批人嚟做安尼，可是做安尼所謂講的農村的新聞的時間，咁唔希望講睇一啲甚至冇嗰種畫面地方，唔最希望等啲觀眾朋友看到係乜東西。如果亦都講對你來講嘅話，一啲甚至冇嘅新聞，你希望傳達出嚟係乜嘅？其實一般新聞嘅話，大部分會做到差唔多1分40秒啦，安尼長度啦，但是我真係感覺啦，唔管係都市或者農村，其實都有新聞，只是講唔去做新聞時，你用乜個角度去講、去看。譬如講，我哋喺農村嘅時節，伊相同有教育嘅問題啊，有環境嘅問題啊，甚至有所謂我講嘅，我哋客家族群裡面講嘅語言傳承嘅問題，一條其實都係新聞。
好呀，嗰時候唔睇在做新聞高尚地位，還是問講應該係唔該用乜個角度來看一件事情，因為新聞有個東西應該無法度講用嗰扁平的二分法去講，都市同農村，因為有兩個之間的距離其實冇安遠，只是用我哋思考角度咁樣來看，睇有係安尼。嗰時唔單止做新聞，其實分子話伊個身份係個農夫，喺段節目我哋馬上同講，你做嘛我開始做農夫，休息下我馬上過來。歡迎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呢客家電視台高雄嘅資深嘅記者，同時嘛係紀錄片二創嘅聲音呢，兩位導演地位伊個分子來到我現場，我哋講伊當初很用嘅去探驗我哋嘅媒體業嘅。我哋講其實後來你這個唔單止做媒體業嘛，吼，這個唔單止做新聞，同時嘛係一個農夫。做乜我想要去做農夫？我講下吼，其實。我差唔多係2004年入到客家電視台，一直做到今嘛吼。一下都開始接觸到農村嘅東西啦吼。我喺2006年嘅時間，我去拍啲紀錄片，阿里巴巴鹽田。拍鹽田時，拍一個紀錄片時間，其實就講，我想愛潛啲空間，就講我有啲空間可以轉擺。可以睇個寫歌嘅，甚至講有啲可以啲思考嘅空間。嗰時候我喺下路潛木嘅，睇個安度好路睇個兩度嘅時候，後背潛一間貨房，就嘅住啊，就嘅住貨房，住過幾個10多年都見安嘅，我喺下我嘅點樣講房東嗬，我房東其實。佢下差唔多80歲啦，吼！伊啲老人家，老人家路，伊嘛個山忙嘛，條白路，一路做田社嘛，吼！佢下我路差唔多喺度2-3年以後，我哋路，咁嗰種有啲新鮮嘅長途啊，嘛嗰種感情含嘅產樣嘅，一路想講，伊攞要塊田，伊唔係講，我嚟講看到冇，係咯，驚戇，哪個唔掂嚟講，好啊。唔係唔願意幫我講，梗係攞嚟講啊，就安尼，就安尼原因。我記得下開始講嘅時間，都真係嚟思無嘅，佢真係去思無嘅。咁當然唔係唔曉嚟戇咩，我跟住開始我死嘅。分子係兩顏色啊，6顏色啦吧？六顏色。嗰時候萬歲有試過冇？冇。嗰時候馬冇喺田行。天生我走來走去講，有安尼有安尼經驗，就講對天生其實係有啲一個親切的感覺，但是佢天生壓上壓下，同真是愛來思無嘅，愛同一塊田，真是變得轉得香勁係兩件事情，完全冇相同。我從頭我想到講，奇怪，點解你按到思無嘅？係咪以前萬歲冇入過咯？因為從我5年生嘛，我萬歲我媽媽路，我媽媽其實從我路卡快點因為我路卡還有，這個思無，以前冇乜個漂本人安尼事情，我漂本人我俾人罵講，這個田應該漂本人。嗰時我媽媽平常話思無嘅，嗰時我萬歲路睇個天生這個表聽同我媽媽講嘢，我過有經驗，你講有起來每個愛割無嘅時間，每個有得講古風茶，係嗱，你戇啊你冇，你跳喺面下嘅肉熟嘅咩？咩？嗰個是肉嘅路，前面啲水桶地嗰路。講啊！佢說我提看，過東西講，我要回去耕田。我心想說，你應該沒有真正的去，跟佢把替把絲田時間翻到那講，哪個都唔曉得。試一把下去，然後嘅背囊踩住起毛。唔會啦，其實好得啦，矮田林啊，矮田林其實幾好啦嗬。你講每人罵嘅，亦會同我講罵嘅，因為我鄉下就話呢，年前咪幾足啦嗬。比如講，其他花絲無嘛嗬，我用我某個時期愛來
施无话，但施无我先不用水啊，水咧不用一层嘛，一叫以后，咱可以下面来打田啊，打田以后，无人用过来一片田球诶，联络埋人。像一条东西，其實就講，唔都跳過一條隔壁嘅叔叔伯伯，有同講，唔都做點步驟啊？一打電話，一問看到，到底係咪真實安尼？你就安尼吃，就一直吃嘅過程。咁唔得真實講等有熱，然後一個無會試下去嘅喲，我講哦，真是我的一塊田。你喜歡種安尼，嗰種嘅都市人那種浪漫的一種幻想樣嘅安尼啊，唔過就安尼咩？他感覺都感覺呢，幾神奇啦！對我來講，伊個幾神奇嘅過程啦。有個師傅過程，我講我慢慢去觀察嘛，那叫佢醃皮料，那叫佢沙藥嘅，那叫佢用做乜嘅啲嘗試，其實就安尼一行慢慢地去學。甚至到最後，真是好掛定咧，冇會好掛定咧，唔知嗰種幾神奇嘅經驗啦，係啊。咁像嗰時間，你第一做農夫，然後第一開始這個覺悟以後，你都開始對做農事呢件事情開始有興趣。其實農業係一直都睇細時間伊個過程裡，因為我頭擺細時間。我環境其實都有農業嘅一個部分啦，因為我爸爸媽媽頭擺嘛有試過無話啊，有種過蓮霧、酸果啦，更加要搶嘅一條。其實對農村甚至講就講對農業嘅部分多多少少感會有啲接觸嘅經驗安尼。嗰個對於嚟講唔係講嗰種有距離安尼。我嘛感覺講，喺講你有啲機會可以同安尼唔感覺嗰種嘅自然嘅環境去接觸嘅時間，人家心情也會好講嗰種吃菜樣嘅，嗰時候我都想講，唔睇貨房去研究喺有啲白米按食，讓伊適應嘅時間，人哋問當然都想講好啊，咁我都吃可能啊，等於講有啲機會睇一啲冇相同嘅素材，一啲全新嘅素材，有一啲可以去從頭到尾來看一塊田，用嚟從一啲樣嘅到後尾有各個好樹，一過程對我嚟講係啲機會啦，一啲接觸嘅機會，一啲增加經驗嘅機會，嗰種人會按嚟看一件事情。咁你一路行下來，其實嘛10公年嘅。10公年了。咁10公年除咗種禾以外，嘛有從事其他嘅農業。這塊田就從春天嘅時間養過以後嘛，就施無嘅嘛，第一季嘅時間，嗰路轉作，就休耕轉作，野加強嘅田青差唔多都係秋冬嚟做時，就10月11月時，就種西蘿蔔。而家面農佢有名嘅都白玉蘿蔔，細條佢有一皮泡泡嘅，就安尼啊，我就像師傅一樣嘅，乜都唔曉得，乜都去問人，都開始去種蘿蔔的安尼，就安尼啲過程安尼都更加10多年安尼。因為頭先你這個講，其實你這個做紀錄片一開始你把個演那天的時間，嘅時間就開始接觸到拍一個紀錄片，然後開始都有安尼開始做我哋農業嘛，後來又去為啲陳秘書。一直都更加俾我等咧呢場嘅聲音咧，唔知佢有感覺到講，喺你即個有一個農民嘅身份，嗰時開始在接觸人嘅主題嘅時間，即個看嘅觀點其實我同一般人看嘅角度冇同。我是感覺其實就講我哋做新聞樣會有啲類近樣嘅因為唔喺農村地帶，唔即個本身有去做農事時間，假如等於講。我曉得談農村的語言、農村的語言，農村語言地邊有乜嘅可能講，你叫我做乜嘅事情，讀到一個事情，農造時一不平嘅，按樣去處理，甚至講等於學過的時間，舒適時間，唔要樣嘅去，推買出去轉現金，
也就其实就一啲佢现实，但是在农村不是会发生事情。因为从了解嘅过程，嗰种等真实去做新闻、做专题，甚至係拍纪录片嘅時間，你去解會感覺啦嗬，去解會有一種所謂的理解，或者感同身受一個部分因為唔做過，唔記得一個事情係樣嘅，記得一個困難所在喺哪，做乜嘅人話嚟做，嗰種還是感覺有東西對喺呢邊人哋拍紀錄片時，其實伊係一啲，我講係啲幾大嘅幫助啦。因為個人嘅方係咪可以說明你講，因為好多人有講，其實農村嘛有幾多從事都市有嘅成分嘛，譬如講人口嘅外移嘅問題啦，嚇神農教育係嘅問題啦，農業係嘅問題啦，還有其他嘅嗰種政治嘅問題啦，嚇嗰種安全嘅問題。但是你最尾會顯出有嘅問題係咩？等於你講，其實你長期觀察以來，其實對民農來講嘅話，像安尼農業嘅問題、神農教育嘅問題，其實係更加睇民農地位。以用來講，其實算係可以創業位嘅重點。我是感覺唔管睇民農係咪，或者唔係民農所在就可以創業所在嗬，因為人係對自然地位出來嘅。唔知用嘅話，唔係冇可能同自然有個東西就有啲團體嘅關係。等於講人同自然而係一個密切一啲發展，一啲延伸都出嘅。嗰種唔講農村嘅神農教育重要冇，我感覺重要，因為根本嘢係由農民來做一個同農作物對做好產銷履歷，好好對待人嘅時間，一個農作物可以入到都市人嘅最底部，一定識到東西都會好嘅呀。但是也前頭東西係冇對樹好來時，剛唔買出嘅時，人識東西當然唔係講佢好啊。嗰時候唔係講城鄉之間嘅差距，或者說城鄉之間距離其實冇安樣啦。透過咁嘅所謂流通嘅過程裏邊，其實你就會想講，我要用去同一個農村嘅東西，用啲嗰冇相同嘅角度，講冇他個人談，同他個人講，佢可以理解樣嘅，同城市同農村嘅距離，可能跳過一些方式，讓它靠近一點，共建能夠了解跟理解。其實正人嚟講吧，其實也唔算係一個距離咯。其實係兩個邊向下嘅關係，因為等於講唔係講一個生產者、一個消費者嘅關係，因為等於講唔把生產者嘅事情講出來，同時把生產者嘅事情本他個人知以後，變成以後一個過安全嘅環境嘅時候，其實伊影響到係買嘅人，對可能都市地方。可是等於講鄉下之間發生嘅事情，會影響到我哋都市嘅人，伊可以識到一個安全嘅東西。可是我哋呢，米蟲嘅生意呢，第一下我哋下一節節目，我哋一開始嘅時間，如果有30秒，我幫他個人看一下。看下以後，我哋睇嚟想看看啦，到底我哋神農教育睇我哋鄉村地區有個重要性喺哪？開始下，我哋馬上過來。兩都的生意呢，是米倉的小孩子來提起家嘅家鄉參與農事，我講係你天經地義嘅事情。做農冇咁簡單咧，唔係講我拿腳頭嗬跪錯嚟田中流嚟要唔咩咧？救農田，顧飯碗。如果說今天你要推唔耕田，就是農田會越來越少。沒有悲觀的權利啊，反正都做到嘅。好多我哋看到30秒嘅米蟲嘅生意咧，如果用我哋嘅真粉質，從我哋嘅李飛魚嘅兩個圖樣搶下來做個紀錄片。我想請問一下粉質吼，當初你做乜會想要記錄也個米蟲嘅生意咧？而家一開始嘅想法係嘛？其實一啲幾神奇嘅過程啦，我哋另外啲圖樣係做李飛魚啦，伊本身係兩都國小家長嘅家長嘅委員之一路做嘅，因為兩個生意喺兩都國小讀書啦，接下來前2年係讀到兩都國小100周年。就因為一個100周年，有幾多故事，李飛魚都
也因为佢生气啦吼，因为条摆嘛做记者，哦，今仔嘛做记者啦吼，啊，伊都同我讲，嗰個白主任哦，有啲用個歷史嘅脈絡安尼，伊都請我看哦，可以同有個故事讀下來嘛，我哋就因為安尼，來合作來做一個故事嘅。但是問題係講，譬如講，你只要做一個紀錄片的主題的時間，因為其實就譬如講兩度國手，伊這個做神農教育時會有描摹唔錯，但是其實兩度國手伊可以記錄個嘛幾多，譬如講也要郊遊啊，吼，也要嗰種學校嘅嗰種我能夠傑出人才嘛幾多，佢當初做嘛個生涯嘅主題。其實農村嘛，吼，睇農村我哋感覺，伊重要就係農業，哦農業睇我哋講所謂嘅 WTO 呢樣兩年以後，伊都係面臨到樣一啲衝擊樣嘅嗬，因為關稅貿易協定嘅有個原因咯，台灣如果必須要進口攞買個小嘅東西就即個打起咁樣嘅嗬，安尼關係咁我哋生產適量嘅農村會樣嘅，唔止講農民可能。伊出冇按到錢，另外就講，因為出冇按到錢嘅關係，農村都變咗講，一多人想要離開農村去都市生活賺錢，又影響到我哋一個農村嘅人生嘅時間，加伊嘅聚落地方文化要保存，而家語言文化要留下來，唔要搞開頭嚟講合法咯，就因為按你過上嗰數。我講一啲時代背景啊，因為啲時代背景以後，我哋都想講，兩度國手，有啲百年學教，10多年前，阿馮主任、王鳳瓊主任伊都開始推下神農教育，但係10多年以後，還係繼續按嚟下去。也我哋從時代嘅種嘅時間軸來看嘅話，也10多年以後，一個學校嘅同一個一農村嘅環境嘅變化係一樣嘅。嗰時我哋會想講，透過一啲紀錄片嘅方式，同一個一啲時間軸嘅東西表現俾大家人看，甚至地地講，台灣農村更加係同。喺面臨 WTO 見過，以後學一見過要去用嘅安尼，也係一啲佢開始嘅一啲原因啦。對啊，紀錄片裡面，你對大學嗰時在講上去，對一種人很用啊，去對抗入嘅行嘅10多年，其實還是冇辦法去當個鐵厲害嘅一啲政策，一啲政策嘛，因為我哋都要加入 WTO 嘛。加入 WTO 搞翻啲條件都有一件事情啦。有人講，咁這個唔可以令這個農村的問題去干涉到我哋嘅去到講我哋做園景嘅啦，吼做幾多年嘅利益啊。嗰時其實嗰時嘅農村的方法，用補貼的方法，算是暫時統一一件事情啊。我們還是都接觸到有條件嘅。但係問題係，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如果當然用以算是人生可以去比較嘅部分。去對抗也個，我哋講對抗這個洪流。嗰時有一句話都講，哎呀，差唔多嘛個事啦，其實都做一點名聲啦。其實我感覺到也背後其實是一個，我感覺到歸難過的部分，是萬人唔想去發達，嚇，萬人唔想去外面賺錢賺太錢，也等於冇能力嚇，唔係啊。可是伊留下來書嘅都帶名聲後背嘅東西，係乜嘅東西？其實可能感覺到講，我一直在思考的東西啦，到底要等你對抗的東西會不會其實10年以後，其實做乜嘅我感覺安尼啦吼，大環境一直在改變啦吼，做乜會有人願意留喺農村，因為我感覺係有人可以看到農村嘅價值啦吼。係講農村價值講農村價值地位對我嚟講最大就係人情，人同人之間相處產生一個感情，一種感情喺都市地位係無法度去嗰種眼可以看到嘅，甚至講唔透過我哋種農產品也過上地位，我可以展現一種唔係像特殊可以展現的能力，
一个东西係考試考唔出來嘅，因為伊太複雜，嘛係啲貴地方有幾多嘅技術層面嘅地方嘅東西。譬如講，我要種出來以後，我要看天時氣候，我要去賣出去。哦，像一條東西其實唔係講考試考得出來嘅呢，考試冇法度考出來嘅，伊係隨時隨地喺變嘅。哦，因為安尼人，我講人係安尼啦，嗬，唔可以喺個農村地方嘅話，唔可以透過冇相同嘅一種經驗學習以後，慢慢地喺個高尚地方，嘛可以去趁你到18前嘛，會有18所謂的成就感。哦，啊對農村會有冇相同嘅感情。哦，安尼東西其實喺一般喺都市成番人無法度去了解啦，嗬。嗰時也對人還是感覺。農村嘅人，伊嗰啲人寫素材都睇下片啦，伊哋願意下來，願意透過一個情況嘅高尚地位，哦，唔單止講耕田，哦，穿得到18號式以外嘅話，伊哋相同嘛保存嘅所謂文化一塊，啊，因為有人喺農村啊，有人喺農村，咱又好繼續生產，咱又繼續來講文化嘅件事情。咱繼續有人來講客家話一件事情，喺根本日嗬，冇人安尼做嘅事情，大家都唔是講嘅，全部都咩嘅。嗰時候農村也對人重要冇，對我嚟講佢重要啊。咪喺人哋看所謂嘅文化、本土價值，伊哋佢重要，伊哋基礎嘅素材啊。佢像我哋新農文化對社會學開始教，唔知個觀察法，像我哋教嘅人10公人，以最大影響係嘛？我是感覺最大影響係講，對農村嘅聲音來講話，以為對同都市來比較，冇同樣嘅學習嘅一個管道。哦，像一定可以去農村，即個唔係，像一定嘅話，一定可以去師傅嘅，即係去種菜，甚至同一條東西，變成一定所謂嘅營養午餐嘅一個部分，甚至講係。做一點畢業基金用嘅，一條高尚地方其實就會屬於農村學校嘅農村教育高尚地方，人會以為東西，一條東西喺都市學校係無法度看到嘅。但因為一個高尚地方，因為慢慢的累積嘛，可能一些人嘅畢業輩啊，都嘅國中、高中、大學，甚至講苗音樂，真是有啲成就感，有啲成就嘅時間，有啲微加嘅時間，有法度做啲決策嘅時間，伊可能伊對農村硬上啦，嗬，伊會相對於友善啦，嗬，唔會講有種個殘暴嘅方式講，安尼去對待農村講，我一定要去開發啊，我一定講要去咩地去啊，甚至講我依靠攞俾國家東西進口，安尼就好嘅。嗰種係成因為講農村一條先生啊，係留喺農村嘅家長，一直在做一個所謂嘅保種嘅一件事情。而保種係其實係保種其實係會保嘅係一個農村社員嘅對農村嘅認同，對農村嘅價值，一個認同嘅價值嘛係對自家環境係對自家本身認同嘅一個部分啊。像我哋經驗係咪可以對你這個一開始體會嘅種嘅無嘅時間，嗰種感覺到可以來類比。我還是我感覺你嗬，人係從自然出來嘅嗬，怎樣嘛無法度講同自然關係係切頭嘅啦嗬。既然係安尼嘅話，我是感覺我對自然、對農村對非都市嘅一條環境裏邊，應該可以保持一個更友善嘅態度啦，一個友善態度等於講唔可以，下禮拜有機會還可以多轉去，可以去生發，甚至係生產安尼，唔會講同自家個位嗰種真實都像安尼，完全都市人同農村一起關係都冇安尼。因為人在用嘅話，要表送啊，要食東西啊，要新鮮空氣啊，一個東西唔都要俾
同一條農村有關係冇？我們一定是有關係啦。係啊，嗰時候你又講哦，農村就講我有人去報石伊啦，吼，報石伊嘅話，咱有機會行下去啊。嗰種農村唔單止係一啲我哋講辦事大嘅地方，同時亦嘛係一啲生產我哋糧食嘅地方。最重要嘅係一個人，還有一個文化，係依附到我哋農村，咱可以繼續行下去嘅。點樣會感謝粉絲來咱現場分享咁多米倉嘅聲音嘅故事？感謝後面，還有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我哋更加米倉聲音嘅可以去客家電視網站去註冊，就可以免費收看得到哦。休息下我哋聽我哋先生來運動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